好来，乡亲啊，来去踅老街哦。今仔日来去踅彰化王景的老街，因为当地有渔港，所以伫个老街嘛会当食到俊青的蚵仔甲蚵底。啊，游客嘛会当伫个老街的路边加入到蚵仔农爬蚵仔的行列。另外，超过200年的福海宫，也有全台湾上悬的宏远灯塔，嘛是到王景一定爱去的所在。 行伫路里，到处拢看到蚵仔农咧爬蚵仔，民众有兴趣嘛使坐落来试看卖。体验因的辛苦了后，煞来要来试食新鲜的蚵仔所做的美食。有什么特色？就蚵嗲，就是我们蚵嗲是用米跟豆子下去磨那个浆的，所以炸起来皮酥又好吃。跟一般的不一样，一般都是用面粉。哦，这口感真嫩真赞。有这当地生产。 食蚵仔买海产，彰化王景老街充满渔港的特色。当地人讲，在清朝时代，王景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。贸易流通就是我们王宫，因为这个掌控大自然的变迁嘛，渔港就是会淤沙淤浅，所以导致这个大的商船没有办法进来，然后再延伸到鹿港。鹿港之后也是很繁华，从王宫延伸过去。 经常听到一府二鹿三边架，后面其实也有四宝岛无烦恼，其中的烦恼就是宏远王景的旧名。尤其除了会使到超过200年历史的福海宫了解历史以外，也有这座37.4公尺全台湾上悬的宏远灯塔。对空翕角度看，加上适用的美景，嘛是来到彰化王景老街食饱了后，要翕上留念上好的所在。